大家平安，今日是2020年7月初6。今日咱的经文是诗篇131篇，耶利米书27章第1节到11节，罗马书第1章18节到25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抓做家己是聪明。细汉时阵，阮爸爸时常甲阮讲，这个世界上戆的人，就是遐个抓做家己真聪明的人。伊讲上牛戆的人，就是遐个无愿意谦卑的人。阮老爸意思是讲，谦卑的人才会别人来学习，骄傲的人却无愿意。确实有学习有来求进步的人，通常是谦卑的人，因为因袂感觉自满，袂抓做家己真牛，还是讲家己真好。有真侪时阵，咱对家己无明白的代志，或者是讲无了解的代志，咱拢会存一个抵抗，还是讲无愿意妥协的心。耶利米书27章的记载，对逻辑顶悬来看，是无啥甲伊经常的情形。上帝透过先知甲以色列人讲，恁着要接受外邦的巴比伦国的统治，互因管理。这对伫迄个选民以色列来讲，这的确是一个真困难接受的一项代志。但是这个中间有两项事，以色列人或者是讲咱一般基督徒所无看见、了解。第一个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已经背离上帝，因此需要被处罚。上帝兴起巴比伦帝国是一种的刑罚。第二，虽然上帝应允巴比伦帝国来统治以色列国，但是上帝并无讲永远，因为这个永远的应允，上帝只有赏赐予以色列人，或者是讲咱基督徒呢。耶利米先知甲以色列人讲的预言，这个经文安尼讲：我现在亲自将你这个国家交予我的奴仆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互伊来统治，连野兽也交予伊来支配。所有的国家拢爱来服侍伊，甲伊的囝、伊的孙。后壁一句话真重要，是讲直到伊的帝国衰败。迄个是伊要服侍特强甲特强的大王。以色列背离的原因，是因为因听家己的先知，意思是讲，毋是上帝所差派。因听这个看这个命运的人，解梦的人，算命的人，也是讲巫师的话。这人拢是欺骗以色列人，直到互因去受掠，来离开因的家乡。因此就必须要经历这个放逐的日子。亲像咱前礼拜的读经的中间，咱有讲到迄个 scattered， 这互咱想到亚当甲夏娃，因抓做家己聪明，听撒旦迄尾蛇的话，就抓做讲上帝袂会知，就犯迄条上帝为伊禁止因的代志。罗马书第1章18节到20节，保罗伫遮真清楚指出人的问题。人无敬虔不义来压榨因对真理的了解，上帝就刑罚因，因为因抓做家己聪明。保罗也讲出事实，因是牛戆的。因去拜偶像，亲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共款。
因掠做因家己找着家己的神，却是伫迄个愚妄无知的事顶悬。上帝虽然是互咱看袂到的，但是却是咱永远的保护者。偶像虽然是看会到，但是是人手所刻造的雕刻品。牧师相信这是一个真简单了解的代志，亲像有一寡真有名的牧师真够讲的人，也是讲真红的人，因嘛拢毋是上帝，却会成做某一寡人的偶像。最后要请咱家己来问，我是毋是真正有智慧？圣经讲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也是咱是迄种掠做家己有聪明智慧的人。愿上帝帮助咱，愈来愈加以活滚。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7月6号。我们的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1篇，耶利米书27章1到11节，罗马书第1章18到25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自以为聪明。小时候，我父亲常常教导我们说，那个最笨的人就是那些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的人，最愚笨的人就是那一些不愿意谦卑的人。我父亲的意思就是说，谦卑的人他才会想要向别人学习，骄傲的人却不愿意。的确，在学习有上进心的人，通常是谦卑的人，他们不会自满，也不会自以为是，或是自以为意。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自己不明白的事情，或是不了解的事情，都容易产生抗拒，不愿意妥协。耶利米书27章的记载，就逻辑的层面上来看是不太寻常。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告诉以色列人，要接受外邦的巴比伦帝国所统治、所管理。这对于以选民自居的以色列人而言，这的确是很困难接受的一件事。但是这当中有两件事情是以色列人或是一般基督徒所没有去看见或是了解的。第一，因为以色列人已经背离了上帝，因此需要被惩罚。上帝兴起巴比伦帝国就是一种惩罚的方式。第二，虽然上帝允许巴比伦帝国来统治以色列国，但是上帝并没有说永远。这个永远的应许，上帝只给了以色列人，或是我们说基督徒而已。耶利米先知在告诉以色列人这个预言的经文里面说到，现在我亲自把这些国家交给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由他统治，连野兽也交给他支配。所有的国家都要臣服在他和他的儿子、孙子，直到他的帝国衰败。那时他要服侍列强和列强的大王。上帝说了，尼布甲尼撒是我的仆人，也说直到他的帝国衰败，所以没有讲到永远。以色列人背离的原因是因为听信了自己的先知，这些先知并非上帝所差派的，他们听信了占卜的、解梦的、算命的和巫师的话。这些人是欺骗以色列人，致使他们被掳，远离家乡。他们自以为聪明的听信了撒旦，
蛇的话，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他们必须来经历这一些被放逐的日子。正如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 Skater， 亚当夏娃也是这样子，他们以为上帝不会知道，然后就犯下那一件唯一被上帝禁止的事。罗马书第1章第18节到25节，保罗明白地指出人的问题：人不敬虔不义，而蒙蔽了这对真理的了解，上帝就惩罚他们，因为他们自以为是。保罗也说出了事实，其实是他们是愚蠢的，他们去拜偶像，如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找到自己的神，却是愚昧，再愚昧也不过的事情。上帝虽看不见，但却是我们永恒的保护者。偶像虽看得见，却是人手所造的雕刻品。牧师相信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即便是那些有名的牧师、名嘴、红人，他们也不是上帝，但却能成为某些人的偶像。最后，牧师要邀请大家来问自己：我是真有智慧吗？就像圣经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还是我们是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聪明呢？愿上帝帮助我们越来越亲近他。